选调，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相聚在一起。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在敬拜里寻求他赐给我们的力量。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
们一切荣耀归于神。主啊，孩子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至高无上的神，掌管一切所有。以赛亚书43章19节说：新的事将要成就，主是做新事的神，带恩典、荣耀还有复兴。荣耀归于你，渴望看见神你做奇妙的事，能力权柄也归于你。阿们。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的吹进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我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神灵如风的吹进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不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不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神灵如风的吹进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
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地吹进每颗骨感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主啊，孩子感谢你。约翰福音11章40节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渴望看见神的荣耀，赐给我们力量。我要单单信靠你，依靠你，神你就必成就。主啊，你叫我不用惧怕，因为还未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跟随主耶稣，相信神的应许，不要放弃。用我全能全心敬拜你，用我全能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
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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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主啊，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用我们一生来敬拜你，全心全意来爱你。在你所预备的殿堂，我们用歌声来歌颂你，因你配得，因叫我们一生来跟随你。申命记31章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无论顺境逆境，主都与我们同在。愿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一切荣耀归于主。透过牧师的讲道，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要传达的旨意，让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感谢主耶稣，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咱即时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请咱掀开圣诗173首。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敬虔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独一真拜上帝，信靠主免挂碍，学乐伊教万。来，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敬虔服侍。上帝
咱即是犹原徛伫，咱用新的诫命来坚固主耶稣对咱的命令。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有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听，因为你的保守，互阮所经过的日，通得到平安。主啊，阮所经过的日，若是伫顺境，也是伫逆境的内面，互阮有够格的心，拢知主你所安排的是妥当，你所安排的是好。主，恳求你教阮三角伫地，今日即时你赏赐阮安息的圣日，互阮的兄弟姊妹。互你的正经日，阮通三甲聚集伫你的圣殿，阮伫遮学乐，阮伫遮感谢，阮伫遮祈祷。主，恳求你的神教阮三甲伫地，互阮每一个人拢带着敬虔，互阮每一个人拢带着迫切的心，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头前，要来超找上帝。主，阮知阮的性命第一要紧，就是来超找你，就是来亲近你，就是来拄着你。主，阮恳求你圣神教阮三角伫地，互阮带着即粒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头前，来甲你三角亲近。主，今日即时，阮也要将阮的传道要来交托伫上帝你的手。愿主你甲三角伫地，互伊对你遐所领受的所有的话语，透过伊的喙，通成做阮的帮助，互听的、互甲讲的，拢平平受到利益。主，阮也要恳求你圣神教阮三角伫地。主，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头前的时，阮求你赦免阮拢总的过去。主，阮知阮伫暗前的时，阮犯了济你所无欢喜的。总是阮来到你的面头前，主，阮就承认阮的罪，因为阮知你若救砍阮的罪恶，无人会通起来。主，总是伫你有怜悯，伫你有丰盛的主爱，要赦免阮拢总的罪，互阮通来到伫你的面头前，常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主，阮要记今仔日的生日，完全交托伫你，愿主你的圣神帮助引带，互阮的礼拜对头到尾拢通荣光伫上帝你的名。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伫即时要来启用。请咱掀开《启应文》第4篇。《启应文》第4篇，也是第4篇第16篇。显着我的课恁来印。上帝求你保护我。我的灵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性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火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所留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即时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11、19、18节。
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到第18节，显着咱三角来看。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做请工的，毋是做牧者的，羊也毋是伊家己的羊。看见豺狼来，就放杀羊逃走。豺狼咬因，赶散因，这是因为伊做请工，无关心伫羊。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食的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搁有羊，毋是伫即条内，我的确着带因来，因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所以爸听我，因为我放杀我的性命，通搁复倒伊。无人对我处伊，是我家己放杀伊。我有权放杀，也有权通复倒。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咱伫即时要来请咱的传道来证道，伊的题目是为羊舍命的牧者。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毋知顶礼拜你有找到主耶稣的门无？我想即个世界有侪的门传道伫即个中间不断伫咱的群组内底不断来甲大家来提醒啦安怎来找到耶稣的门？我想即个世界有侪的门，特别耶稣讲，伫伊来进前就有侪的恶者一定安怎设立门伫遐。那安尼，你的性命敢有超找到主耶稣即个门？你敢有开毋着门？你出去了后，食牛草了后，你敢有找着路转去？耶稣讲，伊是真理、道路、甲活命。毋知咱伫即礼拜，咱敢有继续起条伫主耶稣的教导内底？你敢有伫祈祷内底求讨主耶稣叩门？为着主耶稣讲。主耶稣跟伊讲，叩门的要为你开门啊！你敢有叩毋着门啊？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耶稣要搁一摆来对你甲我讲，伊就是迄个好的牧者。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话。愿主你甲阮三角之地，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人搁一摆开阔阮的心，互主耶稣你的话语充满伫阮的内底，互阮的心中满有主你的提醒，互阮会当听的甲讲的，阮拢大大来领受。愿主耶稣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毋知影你会安怎来介绍你身躯边的人？若是今仔日有机会，传道爱你介绍你的太太，互我明白，你会安怎来介绍？若是传道讲介绍你的翁，互我熟悉，你会安怎来介绍？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有啥物款的特质？伊有啥物款的优点？伊有啥物款的兴趣？你会安怎样来介绍？真侪人有可能会讲，我的太太真水、真温柔，我的翁真缘投、真体贴。不过，咱会常常感觉讲，这介绍一个真粗浅的一个介绍啊。那呢，你甲伊斗阵遮尔久，敢若知影温柔那尔吗？你甲你的先生斗阵遮尔久，20年以来，敢若停留伫缘投那尔吗？你敢有知影？伫即个5年、10年、20年的过程中间，你敢有对你的先生更加明白？你敢有可能会当知影伊的进一步的喜好是啥物？伊介意食啥物？伊无介意食啥物？伊讨厌你做啥物款的事？伊介意你做啥物款的事？你敢知伊的性地是啥物？你敢知影伊的伊爱做的代志是啥物？你敢有法度进一步来介绍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也就是讲，你认捌一个人的关系，伊的兴趣、伊的性命、优点，毋是干那讲初步见面那尔。经过时间的相处斗阵，你的亲密程度应该会安怎？哪来哪熟悉伊？会知影彼此的优点，会知影彼此的性地，就袂敢若停留伫一个初步熟悉的阶段。你会清楚知影即个人的个性啊。那呢，兄弟姊妹，
你会安怎样来介绍耶稣？若是今仔日团队来问大家讲，你会当甲我介绍你所明白的耶稣是甚物款的耶稣的时阵，毋知影你会安怎来介绍伊？兄弟姊妹，想看觅，今仔日你的好朋友伊毋是基督徒，伊问讲你所信的耶稣是安怎的耶稣？这个时阵，你会安怎来回答伊啦？兄弟姊妹，这个问题是我考神学院的时阵阮第一个题目就是这个你要如何介绍耶稣啊？迄个时阵咧读神学院的时阵要进前我拢想讲圣经读互熟，背互熟啦，迄个圣经赞倒背如流啦。结果第一个问题竟然是我爱介绍我所信的迄个主耶稣。哇！迄个时阵7个教授坐伫我的面头前，第一个教授就问即个问题，我规身躯拢憋汗，因为我无想象到问我的问题，竟然是我爱介绍我所信的上帝，伊的特质是啥物啊？迄个时阵，我犹原会记你讲，我愣在那边2秒啦。那的2秒，我瞬间脑海里面闪过最人生的经历啊！我受过了后，我个咧想讲要安怎来应答的时阵，我脑筋一片空白，因为我无准备啊，我毋知要安怎来回应啊。直到我求圣神帮助我静落来的时阵，我应讲耶稣伊是一个安慰的耶稣，伊是刺激我目屎的上帝，伊是伫我孤单的时阵陪伴我的主耶稣。耶稣伊是伊伫的上帝，伊互我过去的伤害、过去的怨恨得到讨放、得到原谅。耶稣伊是充满恩典的上帝，伫我无够格的时阵，伊陪伴我。主耶稣伊是我生命的帮站。不过兄弟姊妹，你真好想想，当我应这的回答的时阵，我心内想讲惨啊！我假使无照圣经来应答。不过这个教授讲，你讲的是对的，因为伊要听的毋是我对圣经内底迄款照本宣科的答案，伊要知影我甲主耶稣的关系到底经历伫什么款的过程。若是敢若读过圣经，你敢若读过哪尔？你无法度安怎经历着主耶稣啊？所以有拄时咱读过圣经，咱拢知影伊是一个好牧者。到底伊怎样好？你有法度介绍互人知无？毋是敢若讲耶稣疼你哪尔？你有法度更加进一步来介绍讲耶稣怎样来疼你？兄弟姊妹，有拄时咱敢若听你知尔，不是只有知道啊。我们都知道蔡依林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刘德华，不过咱无拄熟悉伊啊，这是无同款的。佮亲像我们知道耶稣，阮知影耶稣，不过咱若甲伊无常常建立关系的时阵，咱就无法度明白伊啊，咱就无法度真正知影主耶稣伊安怎样疼你甲我的性命，伊伫什么款的时阵状况情形。捌真正帮助过你甲我的性命，所以当咱的性命真实经历着耶稣的时阵，咱对耶稣毋是敢若停留伫听那尔。主耶稣安怎来听你？毋是一个广义啦，毋是敢若讲的那尔，你要互人知影伊安怎听你啊？是耶稣基督的听，伊真实参与伫你甲我的日常生活中间，毋是敢若伫圣经那尔，毋是敢若伫读知影那尔，是咱对圣经知影了后，咱犹原对咱的生命中间经历着即个主耶稣的听。主耶稣伊毋茫参与伫咱生命每一个时刻，无论是悲伤、喜乐的时阵，恶淡长的时阵。白白艰苦的时阵，流目屎的时阵，伊拢毋茫伊的疼会当充满伫咱的生命内底。顶一个礼拜的主日讲道，咱讲到耶稣就是迄个羊的门啊。耶稣伊讲到伊来是要互羊得到生命。相对的，即个盗贼啊，哇，的目的是要偷摕、杀害、毁坏啊。这个盗贼到底要偷摕什么？要偷摕羊仔哪尔嘛？毋是呢？
即个盗贼咧偷摕你的时间啊，咧偷摕你的金钱啊，偷摕你亲近主的时间啊，偷摕你的思想啦。当主耶稣，咱咧做礼拜的时阵，盗贼也在偷窃你的心思意念啦。互你坐当遮的时阵，咧想讲啊，厝内底什么代志无做？后礼拜后要做啥物？等下中昼要来食啥物？盗贼来的目的是啥物？为着要互你无法度专心亲近上帝，为着要互你无法度有时间来祈祷，为着要互你无有时间来想，来亲近耶稣。这个是盗贼的目的啊！第一个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讲今仔日的圣经在讲到啊，这个牧者甲这个红请的啦，是牧人还是雇工？今仔日主耶稣要搁进一步来介绍伊家己啊。除了伊甲你讲，伊是羊的门，伊是性命以外，伊阁要互你知影，伊是一个好牧者。兄弟姊妹，你的好牧者怎样好？你有法度介绍互我听无？你有法度自我介绍你的好牧者到底是对好无？就亲像你咧sales你的产品的时阵，你爱甲我讲啊，到底这个产品有对好，有值得我来买无？到底你讲的这个耶稣有对好，值得我开时间愿意参与你礼拜，我愿意来相信我靠这个牧者。在今仔日的经文中，耶稣讲我是好牧人呐。主耶稣讲啊，伊是一个疼羊的一个好牧者。若是羊拄着危险的时阵，伊愿意安怎放杀性命来保护。不过耶稣煞则虽讲，红请的毋是安尼呢？红请的是安怎？是为着要趁钱啊，为着要有一个利益的交换啦。也就是讲，伊无一定关心羊啊，甚至拄着危险的时阵，这个红请的就安怎？放杀羊群就离开啊！这会当互咱看见，这个牧者甲这个红请的无共款的差别啦。差别伫对，差别伫这个羊的所有权有伫伊的身上无啦。牧者是因为安怎？这羊群是伊的，伊知影这是伊所管的，伊所疼的，伊所要紧的，伊愿意承担一切的危险甲风险。不过红请的是安怎？伊的心态是啥物？这羊仔毋是我的，我是来上班的呢，我是来趁钱的呢。我擦擦你的羊仔互夹着，我擦擦你的羊仔有食饱无？有饲好无？有啉水无？有好饭好困无？我擦擦伊，因为这个红请的观念是啥物？我来打卡的啦，我来擦擦你，对无？不过咱看到的。这个红请所做的，认为是讲工课，为着利益啊，这甲牧者有真大的差别。因为牧者伊毋是一个职务啊，是因为伊认为这是伊的使命，照顾好这群羊群啊。耶稣特别讲，伊是一个好牧者啦。咱来看这个好牧人，是一个无瑕疵啊，无可指摘啊。什么是无瑕疵？无缺点的，无可指摘什么意思？没有办法从这个牧人身上指点什么啦。哪咧讲？到底对好啦？到底是好安怎样啊？咱来看，这个好牧者是安怎样？伊愿意为着羊仔付上一切的代价。什么款的代价？伊爱照顾无？伊爱开时间无？伊爱为着羊仔所食所啉，伊爱照顾啊，承担随时的风险。什么风险？迄野狼拿来随时个要来食这个羊仔，伊爱承担这款的危险啊。第三项是啥物？伊愿意为着羊来放杀性命。这是一个安怎生命的极致呢？咱中间我要准备做妈妈的孕妈妈。我想，因特别有这款的心情，伊绝对愿意为着伊的囡仔奉献伊的性命，伊绝对会愿意为着伊的囡仔任何的困难，拢为着要保全安全这个囡仔。主耶稣伊疼你甲我，亲像安尼啊，亲像老母会疼共款，伊愿意安怎保护咱啊？不过咱来看到讲红请的这个角度来看。
伊看做即个是工课啦，是来上下班打卡。我是因为我有需要，我才来上班。因为即个所有权无伫即个风请的人的身上，不在孤公身上啊。所以危险来的时阵，伊绝对安怎保全家己的性命最第一啦。所以安怎故宫只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兄弟姊妹，你的信用敢有可能甲主耶稣是亲像故宫关系啊？什么意思？我有需要才来啦，我有需要才祈祷，我若无需要，我就袂来。兄弟姊妹，咱爱进一步来思考，你甲耶稣的关系，敢有可能亲像即个立约、契约关系啊？劳动关系啊？因为我要你着利益啦，尔啦。我无准讲掠即个信用做全部啊？敢有可能安尼啊？咱敢有可能变做是咱离开教会了后就不要紧啦，反正。安尼啊，无伫教会一定下班啊！我们的信仰可亲像上下班同款啊！你伫教会才来遵守主耶稣的话，你伫厝、伫工课中间你就袂记哩，就如同故宫的信仰般，上下班打卡。你敢有可能拄着危险甲挑战的时阵，第一个就怨叹。伊强调，伊是一个好牧者，而且即个耶稣伊面满每一个人，伊面满每一个羊，而且羊也面满牧者。PPT 卡住哦。对中间咱看见耶稣，伊讲到即个亲密的关系是建立伫对双向关系啦。什么是双向关系？毋是干那主耶稣面捌你尔呢？你敢有面捌主耶稣？你敢有建立伫一个双向关系啊？咱的性命敢有甲咱的主耶稣产生连结？敢有交接？敢有连结伫主耶稣？也就是讲，咱必须爱伫日常生活中间真实拄到即个耶稣。咱来清楚，咱伫任何时阵、环境，拢爱互耶稣来掌管。伫软弱的中间，咱就会当知影讲，耶稣伊担当你甲我的罪。伫欠缺、敢若亲像茫茫的时阵，咱拢知影主是咱的一切，伊掌管你甲我的性命。咱若知影的时阵，咱就袂怨叹啦，咱就袂就眼光放伫困难啦，咱就袂逃避面前的困难甲挑战，因为咱相信上帝的恩典永远拢教业咱用啊！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你的性命甲我的性命，敢有可能敢若停留伫知道啊？咱来常常爱去反省咱家己，敢有可能知影哪尔？知道耶稣啦，兄弟姊妹，知道耶稣，世界嘛知道耶稣呢？历史的学家嘛知道耶稣啊？信别的信仰的家的兄弟姊妹也知道耶稣啊，不过知道不代表认识呢，对不？不是干那知影哪尔？咱对圣经内底会当知影耶稣所有的记载、生涯记事，耶稣为着正人来死，咱拢知影。咱拢知影圣诞节是要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们都知道。不过你无一定知影，你明白这个主耶稣的使命。
你无一定知影即个主耶稣，伊吩咐你，伊教导你，伊呼召你要做啥物。有可能你伫牧师要讲道的时阵，就讲啊，牧师讲道即个经文我真熟，我知影你等下要讲啥物。有可能你一定信主真久，你一看圣经就知影今仔日要讲道讲啥物。有可能你对圣经会当倒背如流，认为我拢知影。不过今仔日咱看到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讲最的律例啦，咧讲到羊甲即个牧者的关系，是为着要互咱的性命随时有警醒的时刻。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4章咧讲到，你们要谨慎啦。什么叫做谨慎？警醒是什么意思？咱随时拢爱有迄款谨慎的心、警醒的心啊！咱爱真正知影讲主的道理是啥物？因为安怎有人要卖血你甲我的性命？因为将来有侪冒着即个耶稣的名的人来，要来卖血侪人啊！当咱的性命无警醒的时阵，无警醒的时阵，咱有可能就安怎弄唔着门。咱有可能就行伫即个死亡的道路，结果咱唔知影。所以主耶稣不断咧提起门徒安怎？你必须爱知影，你的好牧者是会吩咐甲教导是啥物？当咱抓准咱家己真明白耶稣的时阵，代表咱的性命无需要耶稣。也就是讲，当你的信仰停留伫一个固定的关系、自私化的时阵，代表你的性命一定停留伫原地。你有骄傲的心，认为你一定真明白耶稣。慢慢咱来礼拜就变成一个习惯，变成是一个自私化的家族信仰。不过，毋是家族信仰啊，这个信仰是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啊。咱看到这个八福内底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啊？心灵疲乏的人啊，什么叫心灵疲乏？咱每一届咧渴慕上帝的时阵，毋是干那讲我知影我就无搁要追求啊，我知影我就无要搁读圣经啊。心灵疲乏叫做灵里贫穷啦。我承认我家己的灵性有需要，我需要靠耶稣的话来成做我性命的帮助啊！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伊会感觉伊的性命的饥渴，伊的卑微，伊愿意放下性命的骄傲、自义，完全来倚靠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必须要有渴慕的心啊！咱来看保罗，伊安怎讲？保罗讲：“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啦，我不是抓准家己一定得到达到目标，不是，是安怎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奔跑啊？什么意思？保罗不是讲我家己拢知影有够啊，就家己的性命停留落来，灵命就无进步，就安尼啦尔？不是，保罗讲的是啥物？咱必须爱向前来行啊！也就是讲，你甲我的信仰，不是干那讲。”停留伫遮就好呢？毋是呢。主耶稣讲爱军队伊啊，军队伊是啥物意思？要离开信仰的舒适圈，不断安怎头前来行啊。为伊的目标是啥物？更认识耶稣基督啦。也代表讲，咱爱持续不断渴慕耶稣的话，渴慕明白这位牧者的特质是啥物，渴慕伊的话语成做咱性命的粮食甲帮助。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耶稣互咱看见伊甲天父的关系是完全的明白、完全的连结，甚至主耶稣伊愿意听命天父的旨意，安怎为世间人来死啊！兄弟姊妹，你敢有明白这个好牧者？你敢有知影这个好牧者的使命是啥物啊？当咱有法度真正明白这位牧者的时阵，咱就会当知影这个牧者的使命。伊讲到啥物？我的羊圈内外，另外还有羊啊，必须要领回来。也就是讲，不是干那讲伊干那只羊条啊，只羊那尔，伊后口顾羊也袂灭来啊。耶稣基督咧讲这句话，是咧讲互当初时的犹太人听。
互犹太人知影讲，即个救恩毋是干那伫犹太人那尔，也要到伫外邦人。今仔日主耶稣犹原要对中分教会讲，中分教会后口犹原有伊的羊，也未灭来。你敢有知影即个牧者伊的心意，伊的使命是啥物？伊要对你甲我讲，后口也阁有羊，也未灭来。所有的羊群拢要归伫同一个牧者，无论伊是啥物款的人种、啥物款的背景、族群，拢要同属伫一个羊条内底，归伫一个牧者，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安尼，咱的教会敢有顾念教会后口的羊群？咱的教会敢有看见、听见教会后口失丧者的声音？兄弟姊妹，你若是明白这个好牧者，你就会知影牧者伊的心情、伊的使命，伊互你甲我的教导是啥物？就是咱毋是干那讲家己伫羊条内底就真属实，毋是安尼。主耶稣的教导是啥物？咱爱看见后口久羊也未灭来啊！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敢有真做社区的祝福？咱的教会敢有伫即个社区有影响力？伫当初咧做礼拜的时阵，咱的脸书教会的脸书，就有人密，佮讲咱的教会当时搬去新塘的，伊是中分人，伊毋知影咱的教会一定伫新塘做礼拜啊。讲哇，讲旧年就开始安尼，哇！所以兄弟姊妹，其实有侪的人拢有咧注意咱的教会啊。那安尼，咱敢有伫教会内底有那个影响力啊？也是咱真做一个排他性很高的羊条啦。讲你袂当来，安怎这是阮的教会，咱真烦恼，惊遐后口的羊群来占着咱的羊条。咱惊后口的羊群来灭来，会食咱的侪的牛草。不过这毋是牧者的心意啊！咱的牧者伊讲啥物？他的羊圈外，另外还有羊啊！咱的中间也有侪人，有可能你来恁兜的人还未信主，你的朋友、你的厝边也未信主，你敢有看见伊的需要？你敢有为伊来祈祷？你敢有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伊？看见伊的需要的时阵，你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伊？互人感觉教会的基督徒无共款，互伊感觉讲你的性命会有一个特质是无共款的气味啊！伊愿意对你来讲心内话，伊看到你的时阵，伊感觉真安全、真安稳，伊会当放心将伊的重担交托互你。当咱拄着人的时阵，咱讲的话敢有合宜？咱讲话敢有讲造就人的话？咱讲话的时阵，敢有讲到人会当愿意接受的话，也是咱讲话拢咧刺插人。兄弟姊妹，咱对这条开始，咱的教会对上帝的面前要来宣告，咱要真做社区的祝福，咱要真做社区的帮助，咱要互咱中分社区的人知影，有中分教会这间教会要真做社区的帮助。你唔通有一间教会若雄雄无义，厝边隔壁感觉无安怎，安尼咱教会就爱反省，咱爱互咱的社区知影有中分教会真好，有中分教会是一个真好的所在，真有帮助、真祝福人的所在。兄弟姊妹，咱必须爱时时刻刻警醒家己的性命，免得咱落伫这个安逸停留的阶段。你的性命敢有可能亲像伫埃及内底马倒出来？你敢有可能你的性命一定停留伫一个舒适圈，倒伫遐无要阁起来？主耶稣伊讲，因为爸听伊，伊愿意遵照爸的旨意，关过家己的意念，伊愿意将家己的性命来放下。咱看见主耶稣，伊全然明白爸。伊甲爸的熟悉，毋是干那讲知影那尔，伊甲爸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伊知影，随望主耶稣，伊真做人，伊担当人所有的艰苦、软正、惊吓。不过，伊相信伊的爸的旨意，伊明白伊的爸，伊愿意将伊的性命献予世人。随望伊惊吓，
不过伊安怎，伊甲伊的爸上帝有迄款的面捌，迄款的关系，因为伊知影，随望主耶稣伊要面对着十字架的死，看起来是一个失败。不过因为爸上帝予伊的应允，伊会当对死人中搁起来，搁我诚做世间人的帮赞。当耶稣搁我的时阵，一切的失败、死亡，拢无法度夺去伊用的性命。当伊愿意顺服伫爸旨意的时阵，搁一摆互人看起十字架的救恩，是伊赢过一切失败的迄个变故。兄弟姊妹，当耶稣讲我是的时候，咱对顶礼拜到即礼拜，咱看到耶稣一直咧讲我是啊。毋知影你是相信的迄个人，也是你是伫边仔，亲像犹太人共款，你凭啥物讲你是？你凭啥物讲你是啥物？我相信，当耶稣咧讲这段经文的时阵，有犹太人伫边仔咧怀疑耶稣，有人伫边仔咧质问耶稣，有人伫边仔咧祈求耶稣讲：你凭啥物讲我是什么啊？也是你是迄个愿意豆豆军队伫耶稣身躯边的气位拍破香油的玛利亚。迄个玛利亚，伊完全来相信，伊相信迄个主耶稣，伊就是生命的主。当咱真正明白信立伫耶稣的时阵，咱就会将生命一切交托互即个为着羊来放杀生命的牧者。那呢，你敢有明白即个耶稣？当你明白耶稣知影伊教导的时阵，你就袂搁挖靠家己。你就袂搁用家己的方式来生活，因为伊是为着你甲我愿意放杀生命的好牧者。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基督成做你生命的帮赞，愿主耶稣的开力，伫你任何感觉软弱、重大、委屈的时阵，主耶稣伊要甲你讲：为了你，我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为了你舍命。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你为着阮放杀生命，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真正明白主你，毋是干那停留伫知影主那尔。主啊，阮较无更加明白你，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要搁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互阮的生命毋是干那停留伫一个真爽适的环境内底，是互阮会当时常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的头一位，互阮时常会当想起主你的教导，想起主你的话语伫阮的心中。愿主你来帮助阮的生命，互阮知影，无论阮的生命中间拄着怎样的恶当当的事、逼迫的事、艰苦的事，感觉家己无愿望的事。互阮拢会当知影，主耶稣，你要成做阮的帮助。愿主你来医治阮中间心中丧向的人、艰苦的人。主随望在人看袂出有啥物款的问题，不过主耶稣你知影，阮众人心中的需要。愿圣神成做阮的帮助，也愿主耶稣你即时来医治阮，互阮会当伫即个时阵来经历着耶稣你的疼。愿主你会当拄起阮心中一切的无平安，互阮会当真正伫主你的内底得到安息，互阮知影主，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挑战、失败、境遇，你是迄个愿意为着阮放上家己生命的好牧者。愿主你成做阮的开力甲帮助，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咱即时来吟回应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474首，圣诗474首，每日只有信靠主，每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望我的心真浅，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就靠主。无论啥事咧包围，信靠主就得运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信靠主，艰难中也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手中的周报。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出席50人，现金3020块。拜三的祈祷会出席19人，主日二出席12人，现金350块。拜六的双联团契是8个人，拜一的妇女团契7个人，拜六的青年聚会是5个人。咱来看下周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陈英珍牧师，书会是岳东梅长老，书琴是刘安琪同学，同弟是李玉姐执事甲王雅玲执事，敬拜是第4组，电主琴是刘安德弟兄，主日二主日二是第4组，导播音控是黄家乐甲刘安德，电脑的导影是二春厝姊妹。招待是杨丽春甲陈玉英，交通组是刘主义甲谢安南兄弟。咱来看下周事工的分配。拜一的妇女团契主理是陈英如姊妹，地点是伫教会1楼。拜三的祈祷会主理是我本人才有改我本人司琴是刘安琪同学。大岛的家庭是郭香婷姊妹的家庭。拜四家庭探访，家庭是李万新姊妹，轮值的探访是我本人甲黄前华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是暂停。拜六的双联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经是加入太书5章20到26节，题目是极圣神的果子。咱来看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14节到15节。台语甲华语咱拢来读一摆，请。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下性命。华语，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咱来看教会消息。主日是4月26号，屏东盐埔教会到本会要来建堂募款，请兄弟姊妹为因来关心奉献。第2项，这是伫下个主日下主日5月初3，本会青少年团契纪念主日，由本会青少年团契带领礼拜的定时，也请为青年团契青年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本会伫周间的聚会要正式早祷会，礼拜时间是伫每礼拜的拜一到拜五，透早7点半到8点半。咱伫遮欢迎兄弟姊妹来加入祈祷的行列，互中教会成做祈祷的教会，成做祈祷的大军。第4点，青少年团契用教会 logo 有设计即个衫裤。等下咱会请青年团契来报告，因为遮的介绍可能有一点问题，所以等下咱就请青年团契来补充报告。第5点，高雄中的传道部伫4月25号拜六上午9点到12点40分，要来举行迈向100黄金10年宣告大会，咱有邀请到蔡牧堂牧师来专讲。后现代宣道甲友谊宣道，地点是伫盐埕教会，报名费是100块。若有意愿要参加的兄弟，请往咱的传道来报名。第6点，本会6月初7礼拜要来举行圣礼典，若有意愿要小儿洗礼、健信礼、成人洗礼的，请伫5月初10往咱的传道来报名。以便安排上基要真理的课程。第7点，本会妇女团契手工班创意编织手提包，日期是伫4月25号拜六，时间是下晡2点，伫咱教会1楼，材料费是150块，要来邀请咱的姊妹踊跃报名来参加。第8点，高雄中会要来举办圣经的考试。日期是8月29号，
拜六9点40到12点。考试的范围是伫艺术乐器、年戏美技、艺术贴技。详细内容请来有公告伫教会公布栏。鼓励咱的兄弟会当踊跃报名来参加。若有意愿报名的请我来报名。听讲奖金足丰富，请大家会当来报名，咱来甲伊摕奖金，等下奉献予咱教会即个建堂。第9项，高雄中会教社部举办初级急救员的证照班训练，有即个CPR 甲AED 的操作，甲即个创伤包扎骨折固定。上课的地点是德和教会，时间是5月16号拜六，甲5月23号的拜六，即2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报名费是800块。有意愿要报名的，请咱的团队来报名。报名到下主日来截止。下周主日的正道讲道是陈英珍牧师。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节到26节。题目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代祷的事项，请咱为着这个代祷事项，伫拜一到礼拜有这个事来代祷。也为着特别提名的，为着病痛，为着咱教会年长的心灵甲生活的咱。伫即个周间，咱咧祈祷当中来为因来祈祷。这教会名册，请咱家己看。你若有错误的，才来提出订正。我来报告奉献的部分。礼拜现金出席55人，现金是2145块。月定现金7个人，现金月定现金人数是7个人，现金是1万块。感恩现金是7个人，现金是14500块。建堂现金是12个人，现金是39500块。妇女团契1个人，现金是3000块。青少年团契1个人，现金1000块。主日学学校现金1个人是1000块。敬拜儿乐1个人1000块。少年团契1个人2000块。现金的总计是74145块，请咱起立来做奉献。请坐。姊妹平安。为着要来鼓励咱大家吼，后礼拜咱的盐埔教会要来建堂啦吼建堂的募款啦，咱做伙来斗关心因为咱拢知影建堂无俗啦吼，尤其即个盐埔教会因即马建堂阁愈贵听讲爱用啦吼，所以到咱做伙来。三夫妻三祈祷，欢迎因来到咱的中间。特别要甲大家来呼吁，就是讲咱即马透早早祷会，望咱的兄弟姊妹有用的，咱做伙来祈祷。真简单嘛，免有压力就是伫遮来读圣经唱诗歌为着一寡公道的事项咱的姊妹会伫遮甲我伫遮来祈祷。即马敢若3-4个人尔，望。咱教会会当搁较侪个人伫每礼拜一到拜五，咱做伙用祈祷来交托上帝。续落来佫有第7项那鼓励咱的姊妹踊跃来参加即个因的聚会啦你若是有好姊妹你的厝边的拢会当招招来啦招招来教会参加啦你若讲来学物件像我即马住伫遮，我即马有一群迄个倒本色的姊妹拢甲我介好，往即个时阵。会来甲介绍，你茫看团队伫遮，我甲伊共倒本色呢，我甲人顾本色车，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甲人建立一个日常生活的关系啦，
就是讲，那咱教会未来要办活动的时阵，你阁有口袋名单，对无？你要甲人建立关系，甲人盘暖一下，关心一下，连倒垃圾的时间你都可以牧养一群人呐。这个牧养不晓得什么时候神会做工，但是我们就有机会接触人群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应该要更多的让社区的民众看见我们这间教会不一样所以你若伫逐所在，你嘛会当甲你的厝边隔壁建立真亲密的关系，像妇女团契这个活动，你会当安怎甲招一个你有可能一人招一个妇女团契就无用甲就是足侪人爱接待啦所以希望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啦所以来，佫有迄个咱的青年的事工啦咱即马来请雪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阁会记咱旧年有挑选出咱教会的 logo 就是生安尼嘛。咱青年伫今年有一个事工，就是来设计教会的衫裤，然后阮已经设计好这个衫裤的用途就是要互咱，就是若是有教会性的活动，会当来穿，也是讲咱团契聚会，也是办活动，拢会当来穿。阮设计出来的样式有两种色，一个就是深色的藏青色，另外一个就是白色、橙色的安尼。因为他们就无看咧，咱这衣服原价500的部分，就是讲，因为伫个藏青色阮阁另外设计伫袖口的部分有一个中云基督长老教会的中文字，所以伫个藏青色的部分，伊预购价是500。伫个白色的部分，伊就是刚刚即个胸口左胸口的部分有咱的 logo， 伊就无，伊的袖口就无。所以咱的预购价就是400块，咱即个收入的部分咱是一半要来奉献予青年，一半要来奉献予建堂。阮青年阁用即个收入来做之后其他咱要义卖的商品，即个商品嘛是未来嘛是要奉献伫个建堂的，对，甲大家报告一下，阮这个成本价，伊是阮若做甲100件的话，伊是203，所以等于500块，伊该扣掉303，因为藏青色系还要再加100块上去，所以扣掉303之后收入100，扣掉303之后的一半是建堂，一半是青年，白色的部分就是203。所以400扣掉203，一半是奉献建堂，一半是奉献青年，安尼。然后阮今日有全部的尺寸，大概做套量。那今天登记的就是预购价，那我们就是会做到100件，我们至少就是要做到100件。那今天没有登记的，我们一样做到100件，所以之后会有现货。那现货的话，就是照原价贩售。原价的是藏青色就是600，然后白色就是500，这样子。以上。好，感谢咱的青年。简单来讲，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没折扣啦就大家做伙来关心啦咱的青年真用心，搁一摆拍鼓甲咱的青年鼓励因所遮久设计侪教会的遮的周边啦毋茫讲会当伫建堂迄天。典礼，因会当伫遮为着教会来义卖，也是讲咱教会有机会要去别间教会的时阵，伊会当透过因遮的周边商品，为着咱教会的即个献堂的需要来奉献。特别要搁一届来呼吁，就是讲咱5月31号要邀请咱侪的同工来投入伫逐组的服侍，因为迄天很盛大啦所以我们很需要同工一起来。彼此帮助啦所以就是讲，咱的中心若有邀请你来斗3工做伙做同工咱个做伙来服侍做伙为着教会伫迄天真大的日子，咱做伙要来搁一摆见证上帝对中方教会的恩典特别要伫遮要甲大家来讲啦5月17号是迄个设备组的彩排啦就是讲影音同工要来
先来彩排。不过5月24号咱的教会有一个总彩排，所以互咱大家会当先量早将即个时间先来甲空出来啦，就是礼拜煞咱要进行即个接待彩排遮所有的遮服侍同工毋茫咱大家兄弟姊妹，你若有感动会当来找咱的长老来报名，无论你要做接待，还是要来做遮义卖等等的，拢会当甲咱的长老咱的小会员，拢有分配即个特组会当来甲因报名。以上报告。佫有一项代志我来报告一下，因为我是场地组的，5月31号是场地组的，负责义卖的部分就是卖愈侪钱，我愈有面子就了。我负责义卖的部分所以除了咱的衫裤要义卖以外，佫有像净化技师伊有做一寡手工链做一寡迄个包包佫有阮兜出产的咖啡，我最近叫伊煞紧出产，是加出产罐咱要义卖啦你若有要，你若家己你会晓做，比如讲玉梅会晓做手工皂，还是讲你有啥物款你会当义卖，你拢通来接触我我会当一个单位出来咱就来义卖，为着咱教会会建堂咱就来义卖伫迄工来义卖，迄工足侪人来我相信有真侪人会当为着咱教会奉献，咱就来义卖。咱即时来吟上用的圣诗上用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荣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请起立来吟全首。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互相来请安。